阿龙斟酌甲看，这个乌狗兄面罗啊，阁真缘投，就是目头小可角角，幽秋的形，流两撇喙鬚，性格。乌狗兄这三字是叫会得过，穿一束白色的长袍，凡说是最近较落魄，长袍过甲一撮乌，拢无整理。阿龙讲：乌狗兄，你住伫倒位？我送你去恁兜休困好无？阿明讲：叫我阿明就好，阮兜伫头前直去，请来阮兜phòng茶。两人就安尼沿路开讲，沿路对阿明因厝去。无偌久，行到轮顶，敢若看到几间人家厝，就是无看到牧场。阿明手比迄间细间仔的草厝，讲：迄间就是阮兜，请入来坐。行到厝内，敢若看到一块桌仔，无椅仔，顶面放茶cụ甲熬仔，一寡树上有得用的家私放伫壁角，整齐。另外一边的厝角厝盖坐稻草，应该就是困伫稻草顶面做眠床。册盖坐，整齐几若榻放伫壁角。两人坐伫桌仔边，阿龙问：阿明，你做啥工课？应讲：我是读册人，想要做军师。煞落阿明煞直讲袂煞。讲到治国，这个民生福利，百姓袂使互夭着。阿龙趁阿明啉茶润喉的时，想要插话，敢若讲出：我在想。阿明煞随接落去讲：水利建设嘛该要紧，水有够用才有好年冬。迄时天下三分，食袂饱是要安怎相战？阿龙无讲煞的话，只好吞落喉。讲到相战的时，阿龙已经在洗神；讲到天下万民的时，阿龙已经手吐伫下海在拄龜，拄一个伤大力，手突去，下海煞去哭着倒啊！阿明才亲像回魂啊安尼，甲阿龙会失礼。真歹势，我见若讲到这的代志，拢伤激动，会讲甲毋知影人。阿龙笑啊，应讲无要紧，煞落就甲家己是安怎来到这，是安怎要去南岛拍歹人的代志，详细讲互阿明听，邀请阿明做阵去。阿明讲：我是在等一个好主公来邀请，要做军师救天下万民，无毋对。毋过迄册写讲，主公就爱来我这间草厝，请我3摆，我才会当出山。若无，我就真失气。出山啦！出山意思无共款。是的，我又搁讲毋对啊。无安尼啦，我搁请你食3粒糯米丸啊，1粒准做邀请一遍，安尼会通过无？阿明随应讲：主公在上，受阿明100。真好，安尼我就有伴啊，多谢你答应。阿龙介欢喜，安尼过来路年有人做伴，一定加真趣味，嘛挺好相照应。阿母有交代这丸仔介要紧，即马才知才有效。即暝两个人找着伴，开讲真久，一直到月娘爬甲悬的时阵，才去稻草堆顶面倒咧困去。过顿工，两人精神。阿龙讲：咱两个人要斗阵去南岛，安尼我遮的丸仔无够通食，咱爱去穿寡物件炸咧，才通出发。你安尼散肥饱，嘛着食好饱，才有法度行遐远的路。咱遮附近敢有啥物所在找有食物？阿明应讲：附近有溪啊，咱来去看卖咧，敢好？凡说会当掠寡鱼。有鱼通掠，你昨哪会枵到倒伫路边？我的技术歹。两人款咧就出门。路呢撞到阿明因厝边的伯啊，伯啊真好礼，甲阿明小借问：方明，恁朋友来找你佚佗哦。
阿明口气介正经甲爸啊应。我叫阿明，嘛会当叫我乌狗兄，莫叫我空明。阮即马要去溪仔边掠鱼。凡说是阿明定咧甲厝边隔壁讲天下万民的代志，才会去互号即个片名。爸啊，佮应。好啦，孔明，毋通规工不伫厝，读册读甲头壳空空，爱加减仔出门行打，恁老年就较细腻咧。阿龙知影空明即个片名已经互叫掉咧啊，阿明较安怎反抗嘛无较抓，拢加了工的尔。两个人行伫篮仔内，阿龙目睭金，想到一位生介济番薯叶啊，甲阿明讲：看我咧，咱会当来遮滚番薯。路年佮看到蚵仔含介济款野生的菜色甲果子，讲：恁遮会当食的物遐济，恁哪会枵着？阿明应讲：我无迄款补巴肚的册。无要紧，我捌，我甲你教。主公就是主公，够熬。安尼我以后免惊会枵着啊！阿明感激甲目屎强要流落来。来到溪仔边，阿龙看到鱼仔袂少，伫水里游甲介自在。石头旁嘛有米虾啊，明明就有遐济鱼虾通掠，是安怎？我头目睭金金掠阿明看，阿明知影阿龙在想啥，细细声讲：我技术歹。阿龙听阿明安尼讲，先担头看天，吐一口大气，刷落才笑笑啊，甲阿明讲：无要紧，我甲你教。阿龙撩落去水里，礼势徛在，目倒双手举悬过头壳顶，屈势超好，就无去叮当。无偌久，有鱼仔收到伊倒拍会着的所在，阿龙出力扑落，一尾鱼已经讲死，迄互阿明清北来，佮叫阿明伫岸边起火烘鱼仔。阿龙佮继续掠鱼，掠到有够通食，就撩去石仔旁边掠虾仔。虾仔拄着危险会倒弹，爱用双手去围伊的前后，挡伫头前迄手若掠无，虾仔倒弹的时，另外迄手就爱甲虾仔杀互着。目睭爱金，手爱美，特别爱细字的是虾头尖尖会共插，掠的时伤出力，也是细面毋对，会插甲流血流滴。安尼无闲一时啊，物件已经有够两个人食，就去岸顶含阿明做伙烘食的鱼虾。这鱼虾拢现流啊，烧盐去烘，就是上赞的滋味。尤其是两个人劳动了鼻吐肠开，食甲真满足。阿明哪学了好食，哪怨叹讲：我敢若知影通读册，过去要紧的代志，捌无半项，不管去互叫空明。阿龙笑笑啊，甲应讲：无要紧啦，咱阁有介济机会做伙来研究。两人食饱了后，阿龙佮落水拍鱼，交代阿明扣篮破平，一半要做烟鱼，一半拍鱼干，通早咧路年食。这个代志无用到一个坎站，日头已经要落山，伤晚会无看路。因两个人鱼仔款款的，就先转去厝。